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，还有胡一金老師。今天胡適走勢就一言难盡了，可以說給金融消費者算是當頭一棒。從指數看，這個波動不大，滬指微跌0.25%，創業板指數還漲了0.15%，深成指數跌0.47%，科創指數漲0.41%。幾個指數漲跌互現，但是金融消費者卻高興不起來，為什麼呢？別看指數波動不大，今天這個成交量3.27萬億，比前兩天稍微少一點，但是這個量其實也不小，可以了，3萬億以上。關鍵是什麼？關鍵今天4048家下跌，1379家上漲，其實指數沒怎麼變化，但是大部分股票都在下跌。並且中位數在1.5%左右，就是下跌，也就是一半的股票下跌1.5%左右。所以說今天對散戶來說那相當不友好。前兩天應該是個7連陽還是8連陽，今天一天恐怕就還回去了。又是指數繁榮，股票一塌糊塗，一地雞毛。尤其是滬指，你看着收盤還在4200點上方，那是相當不錯的量價配合，但是個股上演集體跳水。妥妥的又是一個賺指數虧個股的撕裂行情。散戶想賺點錢不容易，散戶怎麼才能賺錢呢？一會兒再說。有散戶賺錢的，有散戶暴賺的。指數穩如鐵，個股跌成狗。今天這個胡適可以用這10個字來概括一下，也就是這個胡適，我在以前就說過了，它是指數牛市，沙灘上建高樓。現在過了4200點。越往上心越虛，不是說主力心虛，所有人心都虛，因為地基不牢，地動山搖。現在這個4200點指數牛市，明顯的就是一個虛假的繁榮，現在已經玩到極致。指數很穩，個股集體翻車，又是味道熟悉的配方，4000家大漲，滿屏綠油油，小韭菜們被割得措手不及。但是即便這個指數牛市，如果你沒選中股票，你就是2024年924，也就是這個從2600點你上車。有很多網友看現在比較心裡癢癢，一看這個從2600、2700吧漲到了4200，肉疼。他只看到了指數漲了，但是他沒看到賺錢的人很少。現在如果時間倒流回去，讓你在2700上車，你現在恐怕也是很難賺錢。為什麼？你比如說2700的時候，很多人進去買什麼股票？恐怕買了茅台。從2024年9月份開始到現在1年半過去了，茅台只漲了10%。這茅台還算好的，茅台從最低點到現在漲了10%。你在這個大牛市裡面，你是在躲牛市啊。這是茅台算好，如果你買了建工、爺叔的，恐怕漲的也不多。如果你買了萬科，你現在還是賠錢的，賠了50%。有很多股票是賠錢的，茅台可是績優股，對不對？即便2025年人家還分紅，利潤看人家還不錯。也就是這個大牛市，你如果沒有趕上什麼光模塊、什麼人工智能、算力，就跟這相關的，你恐怕都是賺指數賠了錢。如果你現在有個10%的收益，那就是一天就沒了。一小腿跑慢一點，一天就給你吃完了。這個股市一跌，就有人找原因，說今天為什麼跌？有什麼小道消息啊？實際上它漲跌很正常，它隨時會垮下來。它跌下來才是正常的，因為咱們一直說它就是沙灘上建高樓，地基不牢，隨時會垮。有很多網友他總是說這個指數漲了，如果你只看這種，這叫交易性機會，那隨時都有。就即便它從4200跌到1000點，你這中間都有交易性機會，它都會波動。這個量化基金人家就是靠交易賺錢，交易機會，他不需要看什麼行業，什麼這個公司的未來預期，人家不需要。你幹得過量化基金嗎？這個交易性機會，散戶你根本就不是量化基金的對手。講故事你也搞不過那些游資，耐心吧，你又沒有國家隊有耐心。人家國家隊扎進去一隻股票，你也不敢進去。國家队買的都是銀行股，什麼中字頭的那些，漲得很慢，是很長時間它都不動，2個交易日它就漲完了，又不動，爬半年以後突然又漲，2個交易日又上去了。這種股票你很難把握啊。所以說散戶、金融消費者就不要老想着靠買個什麼東西一賣賺錢。咱們這個觀點很明確，一直胡適，因為它頂層設計的原因，胡適它就不是讓你散戶、讓你金融消費者在這兒賺錢的。一定要記住了，
他这個市場的目的不是讓你在這兒不勞而獲，把你的什麼8萬、10萬的、50萬的錢往這一放，5年以後就變成200萬，你啥也不用幹。告訴你，那不是這個，不是胡適的目的。胡適的目的是讓你來，你要給這個資本市場做貢獻，國家隊要賺錢，社保基金要賺錢，保險資金要賺錢，量化資金還要賺錢，大股東要賺錢，私募基金那些講故事的游資要賺錢。那到底賺誰的錢？你為什麼自己不去想一想？但是也有人能賺錢的，我剛才說了，什麼人能賺錢？韓國一個男子犯了法，被逮進去了，坐牢，被判了6年。也巧了，這哥們被抓之前，他重倉了一只股票。根據這個男子出獄以後曬出的賬戶記錄，他於2020年3月，也就是他犯事被抓之前，用了大概120萬人民幣，但是他用的韓元是2.6億韓元，大概就是我們的120萬。這個在韓國也不算多是吧？買了一個叫小新重工的股票，後面這哥們就坐牢去了。面臨牢獄之災，在牢房裡面估計肯定沒法操作這個股票，資訊也不通暢，所以這個6年牢坐下來之後，最終當他近期出獄後，發現這筆投資已經價值1052億韓元，約合人民幣4.9億，這筆收益超過402倍的天才投資，引發韓國全網羨慕嫉妒恨。也就是這哥們6年前花了120萬，6年後人家就升值到4.9億，漲了400多倍。可以肯定的說，這哥們如果不坐牢，他是不可能賺什麼400多倍的。他賺20%、30%可能就跑了，說不定還要賠錢。你要說散戶不賺錢的，那這就是散戶賺錢的。在胡適牛市的時候，這樣的故事特別多。有老太太買了1萬塊錢的什麼股票，後來就住院了，腦梗了，或者其他的，治了幾年之後腦子清醒了，想起自己還買了股票，打開賬戶一看，漲了10倍。你看看賺錢的都是這種人，要麼坐牢，要麼腦梗，要麼是昏迷。多年以後醒來之後，突然發現一筆巨額財富。當然了，這個都是叫什麼？叫幸存者偏差。為啥？那還有好多人幾年以後醒來或者出獄，那股票退市了，1地雞毛變成幾分錢，那也有。假如有人建功爺叔這樣的買了一只建功，對吧？上海建功。那你现在你再坐10年牢也不知道咋樣。爺叔已經被套15年了，你坐15年牢出來，那一看還在2塊多，心裡哇涼哇涼的，這是雙重打擊，戴維斯雙殺。不過最近韓國股市確實比較邪性，我總感覺韓國股市應該到頭了，也就是什麼，給人感覺是最後的瘋狂。現在還有人機構給 SK 海力士估值還要漲2倍，花旗最新的報告說認為 SK 海力士還要漲2倍。我感覺有點過熱。5月12號，韓國股市走低，從指數由漲2.5%到現在跌3%，也就是到了劇烈震盪的時候。這個時候，大家這個劇烈震盪是怎麼導致？就是大家有分歧，有人害怕了，有人覺得我靠，這漲這麼高，我乾脆落袋為安，我不玩了。有人覺得還得漲，現在才到哪兒？這現在是剛起步，甘蔗越往上越甜啊，這個越往後面這個越瘋狂。所以說現在分歧加大，有人就要跑了，有人跑路，有人繼續悶頭往裡衝。你看，根據最新披露的數據，貝萊德旗下的這個 ETF 已經從韓國開始往這撤了，上一周就跑了將近10個億美金，創歷史單周最大撤資規模。而3倍槓桿產品，這個反正都是 ETF， 也流出2.5億美元，有些資金就開始跑了，說看不懂就跑，後面讓別人賺了。就這意思，這是機構，它是個組織理性，個人很難做到。有很多人為什麼說散戶褲衩子在牛市的時候賠掉的，在熊市反而不容易把褲衩子賠掉，但是牛市一定會把褲衩子賠掉。為什麼？就比較簡單，就是一只股票從10塊漲到30的時候啊，漲了3倍，很多散戶的一看人漲了3倍，實在是擔驚害怕，覺得3倍太多了，再往後肯定不能漲了，跑吧，對吧？你關鍵你10塊漲到30塊或者漲到40塊，你還不跑嗎？跑了，落袋為安，他就跑了。跑了之後，結果這股票光的又漲到100，還要漲，這看着形勢根本就停不下來。這時候散戶就着急了，感覺自己下車下早了，恨自己，覺得自己目光短淺，這麼好的一只股票賺了3倍就跑了。你看後面漲到100，想買，但這股票還在漲，对，他想買先高，漲到150的時候還是不敢進。
結果這個時候股票回調，調到120或者是調到100，這時候散戶斗膽不僅要抄進去，反而還要加倉，還要借錢加杠杆，全倉梭哈。這個股票從100漲到120，他不跑，咣當一下一路下行，完了，已經就跌到10塊，回到10塊。你說這散戶是不是褲衩子都賠掉了？大部分散户都是這麼賠的，就跟那你看看茅台是怎么漲的一樣的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人10塊錢買了這股票之後就坐牢去了，服刑去了，或者是昏迷，反正最後一醒來，管他是80還是70，不錯，漲了8倍，趕緊跑。如果你只要你還能操作，你自己在跟自己博弈啊。最後是這個股票漲得不錯，你的褲衩子都賠掉了，基本上就這樣。散戶都是這麼賠錢。你在賺錢的時候都是小倉位，你漲的時候啊，一般的你就是滿倉，你的本金也不大。但是跌的時候你很容易這個本金更大。你漲的時候你恐怕你本金才10萬塊錢，就漲個2倍也才賺20萬。但是你賠錢的很多時候你本金是100萬，對吧？賠個一半50萬沒了。你看看散戶基本上都這麼賠錢，梭哈加槓桿。這個好萊塢電影大空頭原型知名投資人他就警告，當前市場情形類似於互聯網泡沫破裂的前的高點。他特別指出芯片股近期大幅上漲，自3月底以來，費城半導體指數已經上漲70%。他表示，按照他的測算，納斯達克100指數目前市盈率約為43倍，遠高於30倍的合理水平。因為華爾街對增長最快、估值最高公司的盈利高估了50%。他說啊，我們正在見證歷史，在股市中，這通常不是好事。他將當前局面比作一場血腥車禍發生前的最後幾分鐘。但是啊，他也建議就不要做空股票，也就是看空不做空。那就跟咱們是一樣的，看空不做空。什麼叫做空？做空，我們覺得這股市總有一天要垮下來，要創新低。那有人就開始做空，做空也不行，你很容易這個時機不對，你褲衩子都賠掉，人家還沒跌，你已經完了。看跌期權成本高，且容易時機不當遭受損失，所以看空不做空什麼意思呢？不做空就不參與。散戶我們把錢存銀行就完了，你就欣賞觀看，你看他表演，你看他上竄下跳。這個市場就是賭場，無論它怎麼金碧輝煌，裡面燈火輝煌，裡面怎麼樣的，你看一看就算了，不要參與。無論賭場裡發生什麼樣的故事，一夜暴富怎麼樣，你就聽一聽就好了，堅決不參與。從巴菲特現在現金越來越多，在不停的在減倉，再到大空頭這些，還有很多空頭的現在都在唱空，給人感覺好像這個泡沫啊就要破裂，破不破裂咱們也不知道。這個黃仁勳他說，最近黃仁勳在一個講壇上他說 AI 基建狂潮引爆藍領需求。黃仁勳喊話電工和水管工，你們的時代來了。什麼意思呢？好像黃仁勳是在一個大學，應該是卡內基梅隆大學2026屆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，講什麼？對着一群大學生講什麼？講人工智能現在時代到來。那第一個需求就是 AI 基建狂潮，大基建跟 AI 相關的。那麼它缺什麼人呢？缺電工和水暖工、水管工。你說這個是不是黑色幽默啊？人工智能時代，科技領袖們指出，當下最搶手、薪酬最具潛力、不怕失業的有機會的行業，居然是電工和水管工。你們的時代來了。目前嚴重短缺的是藍領技術工種。黃仁勳說，人工智能讓美國有機會重新建設電工、水管工、鐵工、技術人員、建築工人，這是你們的時代。那下面那些大學生趕緊回爐，就回到這個趕緊跟什麼藍翔技校聯繫去深造一下。你們自己學那專業的沒用了，你學電焊，學開挖機，學點弱電什麼的，這就是人工智能時代給你們的機會。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適財新網報道說 ，A 股創11年新高，兩融餘額達2.8萬億，創歷史新高。你看看，伴隨着指數創新高，融資餘額2.8萬億，你現在兩融券，實際上融券的少，只有融資。A 股融資融券餘額自4月上旬以來震盪走高，進入5月份連續大幅增長，在5月6日和5月7日兩個交易日單日分別增長415億和297億元後，兩融餘額
繼續保持增長態勢，並在5月8日突破 2.8 萬億。截至5月11日 ，A 股滬深金3市兩融餘額再創新高，達到 2.8 萬億，那就是場內資金加槓桿。因為場內資金加槓桿，所以風控就来了。這個又是傳言，真假難辨。近日，一則東方證券兩融業務新增了一個計時平倉線。目前，東方證券計時平倉線是 115%， 平倉線是 130%， 預警線 150%。消息突然刷屏，記者了解到，這一做法在業內並不鮮見，不同的券商叫法不同。有的叫次日平倉線，有的叫緊急平倉線等，數值基本都在 115% 左右。券商兩融人士向記者表示，這種做法主要是為了進一步防範風險。傳統的平倉線維持擔保比例高，處置速度慢，在當前部分股票 20% 日漲跌幅的情況下，容易導致推保比例跌破 100%。相較之下，計時平倉線的處置更加高效，避免投資者損失進一步擴大，也就是給你漲倉。以前漲倉是 150%， 就是砍你的就平倉，現在調到 115%。犹如現在 A 股在4200點高位，現在大家都在害怕，沒有信心，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多。兩融創出新高 2.8 萬億，所以有很多媒體出來開始降溫了。不過看好滬市的他不會為這個擔心，反而覺得這個機會還可以再加槓桿。2.8 萬億算什麼呢？5萬億才行，8萬億也不算多。上漲的情緒一旦形成了，利空也要漲，利好更要漲。但是现在還沒有，現在確實它只能算得上是一個結構性牛市，結構性的行情。也就是你要沒有踏上硬科技，什麼人工智能、算力這些東西，那你基本上是在賠錢的。加上散戶的這些騷操作，肯定是在賠錢。如果你是有幸趕上了人工智能，或者買上了科技股，正好你恐怕最近忙，又沒有去操盤，那恐怕賺一點。但是你買了科技股的，買了算力，你在频繁操作，說不定也是在賠錢。最後我們再看看胡锡進老师，胡锡进老師他今天也对關於物業費發了一個長篇大論。這個物業費的問題，最近咱們這個房地產節目裡面經常介紹，物業費這個雷終於要被引爆。當然什麼，這個雷主要反映的還是大家收入在下降。以前物業費都不叫事，現在物業費變得也很重要，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了，值得越來越計較啊。總體上說的就是收入在下降。現在媒体討論物業費的越來越多，那就說明大家收入狀況都不好，对吧？這就是整個社會的基本面，整個社會的底色。收入不好的人越來越多，導致越來越多的人他不交物業費，或者他就找借口，你這個服務不好，我就不交。越不交，物業的服務就越差。物業的服務越差，那就原本還能交的一些人，他收入沒受影響的，一年幾千塊錢物業費還不算多的，他能扛的，他能接受的，他也不交了，因為你这服務太差。這些人一不交，那物業的服務就更差的，那就收不到錢，更差，更多的人不交物業費，所以說就是個惡性循環。你看，对吧？它就是一個這種博弈，這種角力，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候，這平衡一旦打破，一旦倒向這邊，拒交物業費的人越來越多，那就像雪崩一樣，物業馬上肉眼可見的就扛不下去了，而且這個速度會加快，那物業費越來越少，它的開支就越來越少，物業服務水平就越來越差，越來越多的人不交。所以現在你看有沒有發現？最近網上各大媒體聊物業費的越來越多，連胡锡進老師也開始評論了，可見問題嚴重到什麼地步。對於我們來說，我們只通過這個觀察，就是經濟不行了，大家收入在下降，宏觀數據雖然很漂亮，但是為什麼業主沒錢？業主開始對這個3-5千塊錢這麼計較？我不知道大家的物業費是多少，收費標準，反正在北京啊，一普通的房子也就2塊多一點，物業費一年也就2000多，100平也就2000多，不到3000，一般的水平。有的人說多呢，是你把暖氣費加裡面了，光物業費一般的就是2塊左右，大概這樣，一年交2000多，3000塊錢的，居然現在成了個事。這胡锡進說，他說如今不交物業費的人在增多，以至於有的小區日常維護和保潔難以維持，所以近日多地發布倡議書，號召公職人員、黨員幹部帶頭繳納物業費。這引起了爭議，有人認為這是對上述人員的道德綁架。說老胡對這種情況不欣賞，但是理解一些人不交物業費，嫌服務沒到位等等，我也部分理解，但不贊同。
可能有一些人呢，的確對服務不滿意，用不交物業費抗議。現在大多數物業公司不公布花費明細，電梯裡的廣告收入去哪兒了？有人問，物業公司不回答。有的小區最好的停車位讓物業佔了，大家不滿，而要換一個物業公司非常難，所以物業公司在社會上的形象整體欠佳，拒交物業費有時候會得到同情。胡錫進說，但不交物業費的情況很複雜，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就是想逃交省一筆錢，主要是物業公司無法追究不交物業費的人，業主與物業公司衝突不會影響其在供職機構裡的評價，這樣做對個人基本沒有損失。胡錫進說，收取物業費的形式在惡化。你看，胡錫進老師都認為物業費越來越難收了，你看看，但是大多數人家還是交物業費的，不同程度受到詬病的物業工作繼續運轉，那些交了物業費的人等於是補貼了拒交的人。在這個過程中，部分人拒交物業費是物業服務質量繼續下降的原因之一，也就是說，他們抱怨的問題通過他們拒交物業費不斷加劇。這個問題非常複雜，當下要做的恐怕是讓相關問題得到緩解，盡量讓小區住戶和物業公司相向而行。如果說交物業費的人也都跟從拒交物業費的人，那麼小區會立刻發生什麼呢？那就是物業停止運轉，這不符合所有人，包括拒交物業費者的利益。物業是小區的原條件，盡管一些物業不盡如人意，但是那些交費的人維持了小區的可居住性。他說，這種情況下，一些地方泛泛號召公職人員和黨員幹部積極繳納物業費，我認為是沒有辦法的辦法。如果這些人在機構裡都表現良好，卻在小區裡別人繳納物業費的情況下自己拒交，等於是佔了交物業費群眾的便宜。我不認為這樣做是好的。胡錫進老師他也就是站在九江有關部門的倡議，號召公務員、黨員帶頭交物業費。胡錫進老師認為是對的。當然了，將這方面的記錄與拒交物業費的公職人員在所在機構考核聯繫起來，我認為有點激進，建議至少現階段還是以號召為主。一些小區的物業服務達不到業主期待，或者說與合同有差距，街道和社區應當發揮作用，督促改進，或者幫助業主更換物業公司。他說往社會上看，他說我們全都交稅，但是一些基層政府的服務全都達標了嗎？胡錫進老師現在非常小心翼翼的向這個政府偷偷的射了一箭，一些基層政府的服務全都達標了嗎？我們交電信費、信號覆蓋率和網速都讓我们滿意了嗎？讓我們了解小區內事情的複雜性，推動物業公司體制與大家按時繳納物業費相向而行。胡錫進老師說，他說總的來說，拒繳物業費這是激進的對抗方式，而且造成了繳費者和拒繳者之間權益的極不平等。在協調物業問題的時候，對拒繳者給予過多的道德開脫，我認為非常不妥。最後，胡錫進老師說，他說我們作為業主拒交物業費，最後會轉化成那些從事清潔、維修和保安人員福利的下降，也會導致物業質量不斷下降的惡性循環。老胡認識的比較老實淳樸的人幾乎都交物業費，也是胡錫進的朋友們，胡錫進認識的人沒有一個不交物業費的。他說也有個別不交的，客觀說他們多是平時比較計較的，或者是一段時間裡經濟條件出了問題。有人說房價下跌影響了一些人交物業費的意願，我覺得這可能的確是原因之一，但我們討論的還是應當放到小區內部。同樣房價下跌，為什麼更多的人在交物業費？依法依規繳費，這應該是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起點。所以最後胡錫進老師號召說，只要有經濟能力，老胡主張還是應當按時繳納物業費，公職人員和黨員幹部尤其應當這樣做。他們的經濟條件畢竟要比在小區裡做保潔的外地大媽們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們不應當因為自己不交物業費而增加同小區其他人的負擔。這樣號召公職人員和黨員幹部，我認為不過分。胡錫進老師認為，就是地方政府號召黨員、公務員帶頭交物業費是對的。終於這個火燒到了物業這一塊，各地的物業都幹不下去了。胡錫進老師接觸的都是北京的物業，可能北京還稍微好點。因為胡錫進老師住在三環邊上，
基本上控制少，你的小区里住满了，只要60%、70%、70%、80%的人愿意交，它基本上就能運轉下去。那你比如安慶這地方，那好多小區裡面都是黑燈瞎火的，沒人住，入住率本來就低，入住率一低，完了之後入住人本來就少，還有更多人不交物業費，那你說物業他沒法弄，根本就干脆他就物業的要麼就是耗，那小區裡面就是坑坑洼洼的，越來越破敗，越破敗，物業服務越差，那剩下那些交費的人他也不交了，所以這種情況就會越來越惡化，最後就會導致個什麼？導致一線城市，你看着小區，看着大街上，看着这個城市那麼回事，漂亮光鮮，但是你越往下看，越像貧民窟。未來5年一定會這樣，給大家做好心理準備。你所在的那3線、4線城市，那大街上恐怕看着還行，但是小區裡面就不行了，因為小區裡面歸物業管，物業沒錢，物業跑了，一定是會非常破敗不堪，雜草叢生，垃圾到處都是。政府能顧及的也就是臉面，就是大街上主干道弄得乾淨一點，所以做好心理準備。所以說我們從這個角度也能看出這個經濟到底是什麼個情況。這東西不能騙人，做不了假。連胡一進老師都開始討論物業費了，說明這玩意兒形成一個共鳴。共鳴呢，說明什麼？我剛才已經說了，其實這錢不多，在北京就是2、3千。北京好的小區頂多5000塊，100平按100平算，頂多5000塊。所以我們看到物業費是問題的時候，那你僅僅討論物業費已經沒有意義了，大面積的潰爛已經開始了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。謝謝大家。